跟住我哋將目光轉去中國嘅南方，廣西嘅橫州大洪水嘅災情持續擴大，牽動住無數人嘅心。最新嘅航拍畫面顯示，災情係觸目驚心，成個下游村鎮同農田全部被黃泥洪水淹沒，淨係剩低屋頂露出水面。網上亦有越嚟越多嘅網民發文，表示已經同災區嘅屋企人失去聯絡。咁喺中共嘅論述入面，今次災情往往被歸咎係第10號風球美沙克所帶嚟嘅極端天氣。咁但係中共通報背後，一場涉及多座水庫、結構性失效嘅巨大災難，正喺廣西橫州市同防城港市靜靜顯露。今次出事嘅唔單止係一座水庫，而係集體亮紅燈。中共承認，包括綠南水庫、雲表水庫、三叉水庫、茶園水庫在內嘅多座儲水工程，都喺短時間內密集出現險情啊！